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。我哋今日嘅題目係最有異性冇人性星座 Top 3。第1名天秤座，第2名巨蟹座，第3名雙魚座。第1名天秤座，重色輕友指數100分。天秤一旦拍拖，就幾乎將所有嘅時間同精力全部都擺晒喺對方身上咁。無論係朋友約佢，定係揾佢幫手，天秤都會第一時間考慮咗另一半嘅感受先。佢哋甚至會將朋友拋諸於腦後，令人哋感覺到倍感疏離。第2名巨蟹座，重色輕友指數92分。巨蟹一拍起拖上嚟，就即刻進入晒家庭模式，將另一半視為生活嘅核心，無微不至咁去照顧對方，甚至會忽略晒同朋友嘅聯繫添。就算平時同朋友傾開偈，話題都總係圍繞住佢哋嘅另一半，令到啲朋友失去晒同佢哋講嘢嘅興趣，最後唯有選擇疏遠啦。第3名雙魚座，重色輕友指數88分。雙魚開始拍拖之後，就會沉醉晒喺浪漫世界之中，對朋友嘅信息成日都已讀不回，甚至會喺朋友圈裏面消失埋添。以前就好熱衷出去聚會，但係拍拖之後就事事都伴侶優先，甚少再同朋友傾訴，搞到啲朋友越嚟越覺得無奈。你係咪都咁重色輕友嘅呢？快啲留言話俾我知啦！記得追蹤、點讚同埋將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我哋下個主題再見。